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透早会当伫遮来聚集。每一届伫遮聚集，看见咱兄弟姊妹会当备办好势，备办心来到伫遮。我知影这是透过圣神的感动甲引带，互咱来到伫遮。也我深信，咱若有来，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就得甲教业咱用。阿门。所以真欢喜，咱今日在一起做伙伫遮，会当用这样的热情的心来敬拜。咱的教会毋是死翘翘的，是活跳跳的，对无？阿门！你甲隔壁讲，咱的教会是活跳跳的。对哦，所以咱礼拜，咱敬拜上帝，就是用这款渴慕的心，这款的热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咱要来听上帝的话，我相信这是上帝互咱上介好的保障，是毋是？咱来起立，咱来做宣告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性命的保障，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稳上加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真欢喜，咱会再去会当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咱的主上帝怎样应允咱，互咱囡仔跟着伊的人，该得到的，伊也的确为着咱来备办好势吼。有一个老爸对伊的囝足有期待，伊囡仔15岁啊，伊会感觉讲这个囡仔足无男子气概吼，逐项代志安尼毋敢做主张。逐项代志拢惊失败安尼，所以呢，伊就去找一个武术的师傅，毋茫会当甲伊的囝甲伊教一下安尼。这师傅甲讲无问题啦吼，囡仔交互我3个月，我保证伊就有男子的气概安尼吼。毋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你这3个月来你绝对袂当来看伊哦。你爱互我专心会当甲教，嘛会当互伊专心伫遮学安尼。哇！老爸就是讲好啊，3个月嘛对无吼？好，就3个月到的时阵，就充满期待呢，对无？哇！要想讲哇，这囝即马互这个师傅教了，毋知安怎？哇！这个师傅呢，就安排一场一个武功高强的这个人吼，甲伊的囝安尼对战安尼吼。哇！伊的囡仔起来，甲这个。武功高强的对战一下吼，这个因武功足厉害吼，一下尔就甲演倒啊吼，哇！囡仔佫爬起来吼，哇！佫开始，佫一下尔就佫拍倒去啊吼，哇！佫一届佫起来佫倒，佫一届起来佫倒，佫一届起来佫倒吼，10几摆安尼，哇！这老爸看袂落去啊吼，阮囝3个月连讲是安尼吼，哇！看袂落去啊！伊讲我看袂落去啊。无想到3个月哦，阮囝的成果是安尼哦，要堪这人拍一个，就倒，哇！这师傅甲讲吼，做老爸啊，你可能看眼光看毋入去哦，你有注意看无？你看着表面的迄个输赢尔嘛，你有看到无？伊倒落去的时阵，会当随时佫爬起来，有迄个勇气佫爬起来，毋惊受伤，毋惊疼呢。佫起来，这毋敢是真正的男子气概。这老爸想想讲，安尼嘛有理咧吼，对无吼？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基督徒的生活，咱嘛是拢伫经历这个过程。咱嘛足期待咱会囝儿逝世，毋是互咱保护条条，拢无代志吼，拢无代志，到时阵有代志就大条的啊。看咱的身躯嘛是相共啊，拢总无病，无一定是拢总好哦。是无？有当时一个感冒，有当时就表示讲，咱的血管是活的啊，是面对这个病毒的时阵是有反应的，是会保护家己的。既然会保护家己，就会发烧啊，就会肿，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哦，失败无可比啦，对无？失败无见效哦，上见效的是啥？是爬袂起来啦，敢是安尼？这是会当互咱来思考，透过这个。
故事，咱来会当来思考吼。咱看今日所读的经文，历代志下的14章，其实啦，对11章开始到14章，在记载伫当时的历史中间两个真大的代志。这两个真大的代志是甚物呢？这个历史的事件，第一就是大卫就正做全以色列人的王哦。过去的年日，伊毋是做全以色列人的王，毋是联合的君王呢。总是伫这段11章开始有记载，上帝应允伊，互伊会当起来，正做全以色列的王。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咱嘛会当看见，上帝互大卫的王安定了，大卫就将伊的首都放伫耶路撒冷，就是照上帝所指示的来行。这两件代志会当讲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呢。这两件代志对以色列人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永远袂记一个历史的事件。不过你敢知？当时伫这个世界内面啊，无人在意这个代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虽然是出埃及，哇，咱看出埃及这个事件是真重大，以色列的事件嘛是基督徒的性命的事件。不过对历史来讲，对当时的列国来讲，因拢无在意着这件代志啦。敢若伫所以伫历史内面，敢若伫出埃及的历史内面写一点点仔尔啦。所以意思就是讲，无人在意这件代志，包括大卫做全以色列的国王，受封立做全以色列的国王，佮建都伫耶路撒冷，嘛无人去在意。连这个伫伊的边仔南边东南边的这个埃及，嘛无在意这件代志呢。总是咱对这会当来看见当上帝互大卫来登基做全以色列王了后，以及所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甲这个首都耶路撒冷的要害了后，哇，整个以色列就伫世界那像浮起来安尼愈来愈受尊重，愈来愈受看见，愈来愈感觉是影响世界的。到今嘛，也阁是安尼，对无？哇，真特别真正是真特别咯。所以，咱今仔日要透过这个事件来看，为什么上帝所下伊心意的人，上帝是怎样来看重伊？伊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耶和华上帝？上帝是安怎看珍惜伊的态度，然后怎样大使开力伫伊的顶面？这会当互咱来学习。我相信对咱现在的台湾来讲，这嘛是一个会当互咱学习的一件代志啊。咱看透过疫情对咱来讲是无好的代志。总是却伫疫情的这个3年的过程，上帝互咱台湾会当对下面慢慢怎浮起来，互世界看见。这个小小的限制竟然即马成做一个世界大家拢注目的一个国家，小小的国家。有人阁无要承认咱这国家咧？总是上帝却看重咱呢。上帝甲咱提升起来了，咱看咱犹原会当做影响世界的事。就亲像以色列的历史一般样，我感觉台湾的历史甲以色列的历史，阁有真侪相共的所在呢。咱透过安尼，咱会当来看，所以咱看起来虽然是真微细，总是上帝互咱有亏咱呢。阿门。你甲讲，咱看起来微细，毋过咱真有亏咱咯。来，咱看起来真微细，毋过咱真有亏咱咯。阿门。是，看起来是真微细，毋过咱却是真有亏咱的。所以感谢主，咱透过这段经文，做伙来看。大卫怎样是互上帝所欢喜动用的一个路步？咱看，当以色列在开始创立国家的时阵因面对上界大的强敌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因就是伫这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地图这个破1/3对无
啊，这就是爱琴海啊，啊，这是即个以色列咯，啊，中这就是啥物河？约旦河对无？顶面是啥？一粒仔加利利哦，下面较大的是啥？哦，死海吼，哇，大家安尼画地图就看得出来对无？啊，所以伊个菲律斯因是绝对，因就是伫即个沿海即边的哦，沿海包括即个爱琴海的遮因是即款遮民众吼，啊，因即个民众啊，足好赌的吼，足好强的，足爱战争的吼，啊，而且上界重要是安怎？因一直期待因要对内陆吼，即个山啊，即个地一直来攻，要扩展因的国土啦。啊，所以因只要若搬过一下山，就进入到以色列的国土内面咯，就是伫以色列的山的遮哦。所以因常常去迄搭遐去伫迄搭遐来攻击以色列抢以色列人的遮粮食啦。啊，对以色列来讲，哇，实在是真头壳疼的一件代志哦。所以咱看，因甚至甲以色列交战的时阵，以色列人是讲，哇，甲约柜甲请出去，绝对就赢的，对无吼？但连约柜都互人掠去吼，哇，这足无民主的吼，总是上帝安那，上帝做奇妙的事哦，吼。啊，这菲律斯人甲以色列人的约柜客定了7个月就挡袂掉啊，就紧送转去啊吼。为什么？上帝刑罚菲律斯人，因为因无尊重耶和华上帝，无尊重耶和华上帝所上顶的这个约柜嘛，对无吼？甲藏伫庙内面啦，吼啊上帝互因瘟疫，哇，因就知影讲哇，这是以色列人的神对阮的刑罚，所以紧甲这个约柜个行等于以色列人吼咱就看见安尼。毋过虽然是安尼啊。无法度，嘛是无法度停止菲律斯人因的野心呢。所以为什么因遐厉害？就是因为因有真好的武器啦。什么武器？就是讲因有一个会晓锻炼体的一个功夫哦。啊，这个功夫伫当时来讲，因阁是有迄个专利呢。所以无一个国家会当做，敢若因尔，吼，敢若因会当做尔。你会知影查拄着铁啊，当然是查。较挡袂牢嘛，吼所以咱看要安怎来了解这个，就是讲当色罗做王的时阵啊，伊的这兵丁、这军事啊，敢若两个人有举铁啊的证据尔，就是色罗王，吼，佮约拿单两个尔，剩的拢是举柴，安尼你就知影，那面对菲律斯人会交战，因阁有战车，对无？所以对安尼，咱就会当来了解。当然，这两国的战争内面，上界互咱有记忆的，就是大必面对歌利亚的事件嘛。总是虽然是安尼，咱看见这菲律斯人因的心犹原是期待对这迦南地真意爱，因为这是上帝所祝福，这是老年甲老密的地嘛。所以咱看见，当大必做联合国做联合全以色列人的国王了后，圣经咱今仔所读的，咱就看这个救赎对敌啊，因就安那就要继续来攻打，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嘛会当提醒咱哦，对敌不时拢在安那亲像腰会使对无？世界在加油。要吞甲辛苦伊的人，咱知伫咱的生活内面，就是有遮个挑战，咱就爱去注意嘛，无轻易甲伊放弃哦，咱就爱来了解。所以咱看，当菲律斯人听到大必诚做联合以色列国的君王，伊就发动军兵呢，来到伫利法音国的所在，第一届咱看见。大必虽然伊是足有智慧，阁是一个真勇猛的勇士，总是伊犹原谦卑伫上帝的面前来求上帝的指示。哇！上帝就甲伊讲：会当你会当出兵，我已经将菲律斯人的军兵交伫恁的手中。哇！咱看见上帝
听大笔的祈祷，嘛应允大笔的，互因会当较赢呢。所以大笔伊所表露出来，会当互咱知影，伊虽然知影讲，因应该是会赢，总是因知，伫即个危急的时阵，因必须要来倚靠上帝，因为对敌也是真凶猛，吼。所以咱看，当非利士人搁一摆来的时阵，圣经就真清楚甲咱讲咯，大笔。有缘照安尼，毋是讲无讲前届就赢对无吼？即届毋免阁问啊啦，一定是赢的啦，较会得阁问吼。有时咱常常会安尼啊，会思考安尼讲毋免啦，毋免阁祈祷啊，咱阁祈祷上帝都毋是草原人拢听无过对无？听一摆就听有啊，无喏，阁一摆来到伊的面前，是表示讲降服伫上帝的面前，是表示讲我需要你啊，就是安尼较。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敢毋是安尼吗？所以咱看大笔有缘照着上帝所应允，等待上帝指示了，伊较来出兵哦。所以圣经就真清楚甲咱讲，上帝甲伊讲哦，讲无直直去哩，恁就要转去到因的背后，吼，伫生菜树的对面来甲因攻击哦。也我上帝甲因讲哦。讲恁若听到生菜树有声音、有脚步的声音，恁就会当出兵啊！因为安那，也我西派的天军天兵啊，就伫恁头前去甲因攻击啊呢！哇！所以得胜的是在伫耶和华上帝，对无？吼啊！军兵咱只是去修行安尼尔啦。所以这就是咱爱相信一件代志。咱看大笔有即款的态度，即款的信用。但伫咱真做基督徒，咱会当好好学习呢。咱就爱来追求伊的面，咱就爱牵调伊的手，吼！爱去追求上帝啊！你的心意伫倒落，我愿意顺服你，吼！可能对人来讲，搁咧等啥？对人来讲，敢有需要搁遐济的时间吗？对人来讲，这就足简单的一件代志。过去就拢做过啊，为什么爱搁等上帝指示？兄弟姊妹，这就是大笔互上帝欢喜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知影，咱凡事拢祈祷。阿门。祈祷了较济，阿门。咱做伙来讲，祈祷了较济来。是凡事拢着祈祷了较济，祈祷了心平安，咱去做。我相信上帝就伫头前伫引带咱。阿门。就是搁有面对挑战艰难，嘛不要紧啊！既然上帝伫头前，这艰难对咱来讲，迄是磨练咱，互咱搁较轻调上帝的机会，敢毋是？毋是讲哇一好拢会当一帆风顺，无咯。咱看大笔的一生，嘛毋是安尼啊，吼！所以这会当互咱好好来思考。咱第二，咱来看顺服上帝的话，上帝一定会有祝福哦，吼！要我上帝捌亲自安尼讲。讲我立扫罗做王，我后悔啊呢！因为伊专心无军队我，无遵探我的命令。哇！咱看扫罗王面对亚玛力人、非利士人，有2届的战争啊，伊拢是靠家己啊，吼！伊拢无要等待，拢等袂调。就听候先知来，伊拢等袂调。伊讲安尼加一个先知来，我家己来就会使啊，敢毋是？哇！上帝看伊背逆的心内真艰苦呢，对无？所以圣经讲，上帝讲伊后悔啊啦，伊后悔啊！伊本来看重即个人，知影伊会当完全顺服上帝，就要立伊做王，搁互伊世世代代会当真侪人有好的一个祝福甲纪念。总是伊无，伊活当心。后来咱看。撒母耳就去甲讲安那，讲伊的罪是啥物？因为伊尊重人，较过头尊重上帝。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总是咱看大笔毋是安尼呢？大笔圣经就讲，伊就遵着上帝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的军兵，对欺骗直到基色。哇！这就是无共款，无共款的态度来面对上帝。有无共款的结果？愿上帝互咱
有安尼看见。圣经伫新约就安尼哦，透过彼得就安尼来讲我讲，上帝是讲我讲，我找到耶西的囝大必，伊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啦。阿门。是哇，直接会当互咱来思考、来了解上帝安怎解说大必得到听、得到上帝的下意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啊！哦，大必的意思就是讲啥？得到听的啦，吼，得到上帝恩宠的，得到人恩宠。大必的意思这两字哦，吼啊！为什么上帝特别恩宠伊？因为伊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阿门。凡事遵行上帝的旨意，或是无照我的期待，我犹原遵行；或是我已经拄着真大的艰难啊，为什么阁有这波的困境过来？我嘛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兄弟姊妹，这是咱伫生活内面，咱伫信仰中间，咱必须要去操练的，互咱会当明白，咱凡事拢趁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顺服是一条的道路，顺服嘛是一个操练。顺服就是叫咱凡事拢得爱交伫上帝的手中，听从上帝的话啦。因为若交伫主的手中，主伊做主，若是家己要落咧，你家己爱做主哦。你得爱面对所有的压力、困境、不足哦。若是交互主，我相信上帝会弥补咱一切所需要的。这就是伫生活内面，咱会当去学习的。有一个朋友写批互作家，这个叫做杜格涅夫吼。杜格涅夫伊是一个作家吼，甲伊讲人生上界大的事，就是爱甲家己放伫第二个位啦，毋通放伫第一个位啦。哇！杜格涅夫哦，伊甲这个朋友回讲，对我来看，更较需要提醒的吼，就是决定要甲什么放伫家己的头前，就是放伫我人生的第一位，这才是人生上界大的问题啦。真有智慧对无？吼！哇！伊的朋友是讲吼，我着爱退来第二位。问题是第一位是啥物？第一位是完全重要的决策啊！迄个决定是何等的重要，毋是吗？到底第一位咱所放的是啥物？所以伊讲放伫第一位的到底是啥？确是咱人生上界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咱看大必总是甲上帝放伫第一位，上帝就大大说伊。今仔经文最后甲咱讲，大必的名传遍到列国，耶和华互列国拢惊伊啊！哇，兄弟姊妹，所以对这个时阵开始，以色列就伫世界安尼慢慢浮起来。耶路撒冷伫世界的这个地位就愈来愈互人看见，到现在全世界拢犹原掠耶路撒冷最重要呢。列国拢期待会当占着这个圣山，哇！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这个时代所看见。咱这个回想到这个关键的历史的这个时间点的时阵，就求上帝帮助咱。咱的人生是甲什么放伫第一位？这嘛是会当搁好好思考的。当咱面对挑战困境，当咱亲像失志无平顺的时阵，咱搁较爱来思考，咱将什么放伫第一位，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要将上帝放伫第一位。阿门。咱做伙来宣告好无？我将上帝放伫第一位来，我将上帝放伫第一位。阿门。是，这是你我所会当的吼。所以大必伊就写真济的诗哦，伊讲耶和华对天顶来看世间人。要看有明白的无？要看有超找上帝的无哦？哇！伊嘛安尼讲哦，讲愿一切超找你的，因为你欢喜，互你因为你欢喜来欢喜快乐。愿遐意爱你救恩的，常常讲，着尊主尊上帝最大。阿门。是啊，
咱看，这就是大卫，伊将伊的生命的经历透过诗来写出来，来互咱来体会、来了解。所以，追求上帝，什么好处拢无欠缺啦。阿们。追求上帝，什么好处拢无欠缺哦。咱伫即礼拜5月12，透早7点半要伫即个喜来登大饭店，要举行2023年今年度的国家祈祷的早餐会。即马这拢已经备办好势啊，差不多会当有400个左右的人。这400个就是咱的全国、咱全台这个教会的领袖牧师，以及企业界的人，的基督徒，也是讲友好的这企业界的人，以及这政府的官员，意爱的，咱拢邀请因来参加伫这个祈祷会。这祈祷会差不多停2年3年啊，今年佮重新来开始。咱求上帝来帮助，互这个祈祷会成做台湾的祝福，成做世界的祝福，成做台湾的社会佮教会的祝福。阿们。所以牧师今年受邀请爱去做台语的讲师啊，爱做用台语来讲道7分钟，7分钟就歹讲的，7分钟尔所以牧师要期待咱。伫即礼拜，咱逐日拢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嘛特别为着牧师来祈祷，互牧师会当用台语真熟溜来讲道来分享，这是全国性的拢媒体拢会看到，因为咱蔡总统会来，真侪政府官员拢会来，企业界的人拢会来，感谢主，卑微的我，上帝。要伫今年用我伫即个所在所以需要兄弟姊妹来为着我祈祷。讲到批准备好总是伫迄个现场需要圣神加添开力所以咱即礼拜拢来为着国家的祈祷早餐会来祈祷互即个祈祷会成做教会合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嘛，真做搁一摆，互台湾搁较浮起来，互世界看到。因为上帝要甲咱扶塔伫伊的手刀心的顶面，阿们。所以咱好好来为着安尼来祈祷，这是咱基督徒上界爱做的干事。上帝互咱的权柄所以咱逐日都爱同心合意，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教会，为着家庭，逐日来持守来祈祷。咱就亲像徛伫城门的顶面，真做守望的阿们。咱就是爱伫城门的顶面徛画饼就对啦，阿们。基督徒这是上帝互咱的权柄，咱应该好好来做阿们。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你做伙来宣告我是守望基督的画饼，我逐日要徛画饼。来，我是守望基督的画饼，我逐日要徛画饼，阿们。你愿意讲我逐日要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教会、为着我的家庭来祈祷，举手一个来，阿们，阿们，感谢主好，这是上帝互咱的权柄，咱爱好好来使用。愿上帝帮助，互咱有这款的看见你有领受无？阿们，愿上帝互咱有这个开力咱来读这个经文来，西雅屯有欠缺有腰。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第10节。西雅屯有欠缺有腰，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缺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第10节。搁一摆来，西雅屯有欠缺有腰，独找耶和华的人，无欠什么项的好。诗篇34篇第10节，对无？这是只读3届，对无？过来就爱重读，对无？重读咱家己来读牧师话要读我的来预备来。西雅屯无欠缺有欠缺有腰，独独找求耶和华的，找求耶和华的，无欠什么项的好。
无欠什么项的好。阿门，阿门。我宣告，多多祈求耶和华的，逐项拢有；多多祈求耶和华的，逐项拢有。阿门。